台湾被国外媒体称作行人地狱，台南阁发生查某囡仔过路线被弄死，所以如何针对科技标线改革，成为台南议会关心的焦点。其中议员李宗麟就针对警察局日前公布台南90位危险路口以后，到底如何改善，要求交通局落实。穿越道退缩或者是行人扑倒，那当然这个是旧有的计程道路，所以他要去做这些的这个改善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困难的，因为有太多的这样子的道路在我们的旧市区里面。警局盘整出了90个危险路口之后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它是涵盖37区，把它打开来看，只是涵盖37区。那我想我们有针对市中心区的部分，因为还是有优先顺序，当然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。市中心区优先处理，那后续陆续我们会再往外扩，当然是根据这个行人通行的需求的部分，赶快加速来盘点。对了，危险路口到校园通学步道的检讨，议员周家伟进一步以澳洲、新加坡等国家所实施行人家己控制侧外过马路的合计，要求交通局速可评估的安全性。当我们在行人比较多的路口，或是行人会有需求的路口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适时的让行人可以处理他自己要移动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对我们交通是有帮助的。所以我觉得台湾或者我们在台南应该要更认真去找，尤其我们台南在至少我的选区中西区、北区，它的行人使用度是高的啦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局长是不是认真去思考一下，不只是闪黄让它变回红绿灯的状态，好，它本身是红绿灯的状态，它一样可以加入这样的元素，那让未来就是在行人使用交通的时候更安全。如何减少伤亡有安全的交通环境？交通局表示，当然根本就是落实路权的教育，但现况上界迫切就是检讨科技标线的工程改善加执法，希望减少悲剧。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。